发现，有相聚就会有别离。在刚刚的动作陪伴当中，我们剧场内所有的演出都已经表演完毕了。再次感谢您的观看。接下来就是外场篝火晚会的时间。您现在可以起身从左侧安全出口前往外广场。我们在外广场为您准备了许多的心愿祈福灯，你可以上前购买一盏，为自己。